中国云南拜透早大地震，崩山甲一个砖头砍掉咧。这2天救援人员拢尽全力在抢救，啊，毋过拢是找到遗体。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有31个人。另外，新疆大地震了后，即马也咧救，有一个查某囡仔互救出来。 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出来，快，那边。 崩山的事故现场一直亮悲哀声，救援人员是无用得走米，因为山体佫开始无正常在崩啊。半点钟后，研判状况稳定，大家才佫转来家己的位继续抢救。中国云南交通市的镇雄县拜透早发生大规模的崩山，造成一个山卡有18号47个人互抬起来。5万立方公尺的土石，一个冲落来的画面，看起来是互人心惊惊。当局是动员上千的人力含怪手、搜救犬来投入救灾，一边清土，搁来靠卫星的电。 为找红带起来的人，这里原来有栋民房，村民告诉我，这里呢是目前有3名的失联人员可能在这里被埋压。 但是事故的现场气温是真低，山体阁无稳定，抢救真困难。真无简单找到的，拢已经无喘气、无心跳。但是救援人员同款在和时间比紧，无放弃任何希望。镜头阁转去新疆和吉尔吉斯交界的维吾尔自治区乌舍关，2号发生规模7.1的强烈地震，今仔日透早阁发生规模5.67的侵占余震。专家讲，余震阁会持续一段时间。这个强震嘛，摧毁900多户的民家厝，目前当局已经甲1万多人刷去其他的所在安置。一个细汉查某囡仔嘛，真好运红救出来。看看，哎，到这个地方有伤，有伤已经就是砸到头了。救援人员伫黑暗暝内面，较紧甲这细汉查某囡仔送病院。当局嘛呼吁灾民，因为余震真济，避免当去受损的厝，才袂发生危险。公视新闻站回民编译。